立法院嘛赶伫个过年前处理总预算案，就按算即摆即个时间4、5点啊，即个卡刀要三读来通过总预算案。等即个总预算三读通过了后，内阁就要来改组。苏贞昌是毋是率领内阁来总辞，将做外界注目的焦点。也毋过，民进党进国会即个派系立委是抢伫个早起先来举行着记者会，讲内阁的人选，其中1/3应该就找有民意背景，嘛做过县市长，或者是做过立委的人来入阁。这个林右昌甲林佳龙都拢是进国会这派的，讲这个记者会都是为这两个人来拱叫。希望我们的新的内阁来呼应我们人民的需求。进国会立委手体春联写是改革创新，明示暗示拢是希望过年后会使看到内阁有新气象。我们希望说1/3由担任过立委或者是县市长来出任，像学术界或现在的公务体系内能够来把手任用。那另外1/3来自于企业界或者是专家。若是内阁改组，各界咧推测新的正副院长可能是由前副总统陈建仁加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来接手。各国的部分前交通部长林佳龙被点名可能接总统府的秘书长，林右昌可能会接内政还是交通部。谢谢大家的关心。不过我个人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个讯息，可以符合我们现在我们人民对于新政府面对这样国内外情势这么严峻的情况之下，他们2位都是我们中生代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政治人物。这个记者会敢若是你为这位两位正国会中生代讲叫，关键嘛是爱伫立法院总预算通过了后，所以你的任务敢是安尼，就过一段路啊。会做事一直是苏院长的风格，不管在什么位置，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只要能够为台湾做事，都是他喜欢的。我们家一向非常紧密，家人之间彼此做的决定都会互相支持。等到会期结束，行政院长苏贞昌依照惯例，下晡会去立法院说道社，思考未来决定嘛会有答案。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